九月初五，啊，迄算做拜拜了啊啦吼，拜拜了啊。9月初4应安排，啊9月到9月初。我初五较热闹，啊是会知啊透早呢。会到时啊，安尼好海济，看好济看。哦，初五咧好济啦，初四当尾啊，迄个做夜济啦，啊甲拜初五迄时就做好济啦。哦，啊好济敢有咧好？看庆尔呢。伊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会去甲伊讲就哭。哦，是哦，去甲伊讲就哭哦，是是。啊，迄个人咧送，咩人咧哭？我嘛毋知，我嘛无了解。姨哦，啥物姨哦？翁姨哦。哎，对。翁姨咧哭呢，啊，翁姨咧讲呢。我这看客个嘛，拢会来起来哭。哦，看客个有规定偌济人无看客个？有，啊，就一个。看客个10外个啊，20外个。嘿，咱有啊。有人也要甲伊砍，就甲伊砍啊。啊，要甲伊砍就砍哦。嘿啊，迄做人啊，如果要互来老家讲啊。那会使做迄个砍哦。是哦。是，啊，为因苦安尼说啊。啊，敢会唱歌？他敢会叮当？他爱踏步咧哦，是。哦，爱唱歌咧，啊，唱台语的咧。台我煞的歌就伊啊，啊唱一点啊，我听看。唱一点啊，我听看。你听袂晓？啊，是真袂使唱。是，人爱有迄个拜拜时阵才会使唱。哦，翁姨带头的呢。翁姨是拢一定查某的呢。嘿，拢查某的。哦，是。啊，李仁济啥？敢有一个人叫做李仁济？啊，济啊。迄个伊就是伊头仔做即个啊，日某伊个机啦。翁姨哦。对，翁姨个机啦。翁姨个机啊。伊就是伊。翁姨等于是机动的。哦，是，翁姨等于机动的，是啊。哦，迄没济啦，对。啊，敢会举啥物宝剑？翁姨敢会举宝剑的？哦，敢啊？毋是，摕迄个吊篮。哦，摕吊篮啦，吼，是。哦。你若来早会了解无？我甲你讲甲袂清楚啊。是啊，啊我著讲拢查某的，才会阿济啊是查甫的吼。拢有啦。啊，查甫的拢会使。伊若掠迄就掠迄。哦，是，啊查某较济呢，翁姨。翁姨就免济啦，就是像迄庙的机动咧，是啊。是，啊无咧剑咧抄迄个对啊，是啊。哦，是。哦。啊，这敢有咧闹这温泉大桥？无啦，哦，是。来遮拜拜安尼。系哦，啊，甲仔线是足早就拢叫做甲仔线啦。甲仔线，是。啊嘛啦，安尼有了解。哇，这像安尼这起足久哦。起足久啊！啊，这进前是迄个啥？啥物草啊砍的？佮较早是啥物草啊？木草、茅草，哦砍的。是哦。啊，下底暂时用啥个贴的？啊，要贴啊悬，它会土空啊悬哦。哦，是。土劲啊悬开安尼哦。是。哦，是。古早的土可能足悬的。哦，是。哦，土尔，安尼毋着离啊较我近地土骹啦。安尼足低安尼哦。是啊。哦，啊低安尼啦吼。哦，毋是讲像讲有佛道啦吼。哦，是啊。哦，安尼是有电高啦吼，电高啊，放迄个做阿里壶啦吼，啊立竿啊，拜槟榔，拜米酒，哦是，哦啊竹啊，搁迄猪头壳啊，搁插迄个竹篮，啊初15爱换青，哦这拜阿里母吼，阿里祖啦吼，啊迄个做另外即间即正式啊，另外迄间副式是拜孙策神，然后。带领兵将，哦，带领兵马的兵将，啊，进出的管道就是一支竹啊，这啊叫做跳桥，跳过去的跳，桥梁的桥，哦，啊，这砖头讲出一个迄个考司法院的法官的，
哦，这庄头出一个法官，啊，做一个会计师，哦，法官迄毋知姓啥，哦，考到做法官嘞，无简单，咬人啦。啊，大家族都住伫底，大家族有钱人咧住伫迄边，有钱人较住迄边呢。我毋知影呢。啊，这厝较济是伫迄边哎。哦，这是中哦。哦是。哦。是啊是啊，啊嘛足快哦。哦，那足快啦。有有。啊有有。哦。哦，遐大公街啦。是是是，啊，迄南边遐东河宫啦。哦是是。哦，啊感恩啊，木祥啊，因住伫底木祥啊。孙木祥，木祥啊，木祥啊。毋捌听过木祥啊？安尼远拢靠伫底，安尼做事的远拢伫底遐。毋是伫咧大公街西边呢。无拢有啦，拢甲砖头啦，哦，是。哦哦哦，是。啊，离迄溪有多远呢？离溪啊，敢有多远？哦，溪底呢？哦，敢有离足远？啊，离足远的啦吼。哦，小咖啡，大咖啡。啊，离足远的啦吼。无偌远啦，哦，是是。哦，啊这。上起早都敢若公街啦吼，啊后来才有起庙的啦吼。无庙啊，拢西本有诶。龙和寺呢，较早，中和宫较慢呢，还是中和宫搁翻修的。诶，搁翻的。哦，搁翻的哦。哦，是啊是啊，早人啊有啊。哦哦。哦，迄中和宫起甲足大间的，足水的。是是是。哦，啊这砖头敢几啊百块的呢？诶。砖头敢足大的哦。啊，这个。几啊百块呢？哦，遮中，遮到遮中。哦，是是是，好好好，感恩。啊，迄大公街边仔窟啊，是本来就有迄个大个窟啊呢。诶，太阳有大个窟啊呢吼，大个窟啊，敢会是因为大个窟啊，当叫做本基湖诶？本基湖伫迄边呢。哎，本基湖哩。啊，另外一个地名啊变本基湖，当地遮拢有本基湖的啦。嘿嘿。对哦，伊要听一个老人咧讲，以前叫本基湖，后来叫做东河，即马河东即马变东河。哎，谢谢啊。要，谢谢。感恩啊，安尼有较了解啊。啊，互你安尼帮忙遐济，感恩。谢谢。感恩啊，林某啊，感恩啊，孙插手。啊，感。